台的那一幕美不美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现场，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丽君。大家好，我是陈浩宇。在这儿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君君啊，无论从刚才的那支歌里面那个 MV 里面有很多戏曲元素，再结合我们这部电影里面也有很多戏曲元素，那咱们的君君呢，作为戏曲文化的传承者和助推者、传播者，哎，你此刻的感受是什么？跟我们来说说好吗？《白蛇传》本身就是我们非常经典的戏曲故事啊。田汉先生曾经写过京剧的《白蛇传》，那像我们昆曲、越剧、川剧等等剧种都也有非常不错的《白蛇传》的版本。那在我们的电影《白蛇浮生》中呢，我也看到了很多的戏曲元素。宝清坊排的大戏受到了很多百姓的流连忘返，呼声不断，就是因为宝清坊的这个时空设定是非常自由的嘛，所以里面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昆曲的曲调。然后除了戏曲元素，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各种时节、江南民居，还有繁华的南宋街道。我觉得在一部动画电影里面出现这么多鲜活的传统文化的符号，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用心的。我觉得它值得被更多的人去看见。谢谢君君，看来看得特别的用心，当然也感谢你一直对传承我们传统文化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我们来听听浩宇观影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应该要非常感谢白蛇浮生剧组，首先邀请我有这个机会可以跟丽君一起合作，让我们一起有办法来唱《浮生一白》这首歌。然后其实因为我是90后嘛，所以在我的印象中，赵雅芝老师跟叶童老师的《新白娘子传奇》应该是我暑假非常重要的一份回忆。然后今天我也感觉自己好像也加入了说要继续传承白娘子的这个白蛇传的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所以其实是希望说白蛇传这个故事不只是80、90这一代人的一份重要的回忆，也可以能够成为现在00后这一代之后大家心中属于东方的一份浪漫的神话。然后所以在这里祝愿白蛇浮生票房大卖。谢谢浩宇的祝福。刚才浩宇说到这是90后共同的记忆，两位呢正好都是92年生人，是《新白娘子传奇》的同龄人，就那一年。而且说呢，这个《千年等一回》也是我们这一次电影的片尾曲，所以今天在西湖之畔，就让我们再次重温美好，让我们耳边再次响起熟悉的旋律，《千年等一回》。无论他在世间何处，无论他是何模样，我都要找到他，因为我记得。小娘子，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只为这一句，断肠也无怨。雨心碎，风流泪，梦缠绵。情有缘泪，西湖的水，我的泪，我情愿和你画这一团花样。姑娘，你的珠钗掉了。
许仙，这就是你日夜相处的娘子。娘子，西湖的水，我的泪，我情愿和你化作一团火焰。我家娘子虽然是妖，但我们情义相投。现在就让我们全场用最热情的掌声欢呼声，欢迎赵雅芝老师、叶童老师，欢迎两位。这属于回家了呀，二位，欢迎我们的白娘子和许仙。我们的欢呼声持续一点，好不好？欢迎两位。很开心啊，和娘子又回到我们最喜欢的地方——杭州西湖。
真的很美哦。没错没错，欢迎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首映大家晚上好。哇，我觉得此刻我们跟2位老师一样的，内心有很多话想讲，因为好像一下子又穿越到了那个暑假，那个传奇，因为2位老师的演绎变得如此的鲜活哈。想问一下2位老师，特别是赵雅芝老师，回到咱们的杭州，身后就是西子湖畔，此刻有什么想跟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说的？最直接的内心的表达是？对呀，每一次回来都觉得杭州越来越漂亮，而且每一次回来都有熟悉的感觉，那种浪漫的感觉扑面而来的。我们也听一听赵雅芝老师，您观影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大家分享？好的，大家刚才看这部戏的时候，有没有些场面令到大家开怀大笑啊？有是吧？有没有一些地方又令到大家潸然泪下呢？大家喜不喜欢？大家跟我一样，我看这部戏的时候也是有大家共同的2点哦。我看完之后呢，我非常喜欢，我也觉得这部戏用一个这么浪漫的方式来讲出白蛇的故事，可以让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对《白蛇传》这一部可以说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一个经典爱情吧，有更深的认识。所以呢，在这部戏上映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进影院里面多多支持一下哦。听我们白娘子的好不好？谢谢，得到白娘子的认可了。那许仙呢？您怎么看？许仙，我觉得这一部《白蛇浮生》画工真的很精美，创意非常的新颖，而且非常的感人。最特别的就是我发现娘子你的魔法越来越厉害了，有升级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一部电影、这一部动漫的确是适合情侣们来看，因为很浪漫，而且也适合一家人来看。小朋友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有想象力，然后大家都会看得很开心。这是一部传统的戏剧，所以就适合一家大小都来看。谢谢2位，哇，这个才是真正的官方认证啊！这个白娘子和许仙亲自邀请大家来看《白蛇浮生》。没错，我相信此时我们还想看到一个画面，就是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欢呼声，请上我们的陈浩宇、陈丽君登台。来哇！我们一起来见证4位的同框，大家想看吗？真正的白蛇情节和白蛇传说还在延续啊！有请。 4位齐聚我们的舞台，真的是一场浪漫的相逢。我们想听2位来说一说，有没有一种追星成功的感觉？浩宇，有。哎呦，这已经掩饰不住要笑出声来了，有点害羞了啊。其实，我之前看《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就对赵雅芝老师各种的，就是白娘子的各种结印的手势印象非常深刻。 然后以前都是自己偷偷学，所以今天觉得都在现场都见到了，是不是可以偷偷向老师请教一下？当面请教了哈。想学法术是不是？还有想学的朋友吗？啊。赵雅芝老师，这个法术可以现场教的，对吧？不用很多年、千百年学一个法术吧？可以的，可以现教现学哈。好。那我。 今天就要用一个票房大卖的法术，好不好？好，这个法术厉害了啊！这个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特别我们的出品方啊，要跟着一起学哈。来，我给你拿话筒。好的。好，准备要施法了哈。好，来，我们首先就是白娘子一向都是这样的，要施个法术。 然后来个鱼手，然后票房一直红火，一直上升，然后来票房大卖。
太唯美了吧！名场面诞生了。浩宇学会这个法术了吗？学会了。然后对，祝白蛇浮生票房大卖。谢谢我们的白娘子啊！我看到大家都在现场学哈，那个画面很唯美，最终两人还同心永结了，票房大卖的同时不忘记自己身边的许仙，哎，还时刻惦记着，这就是浪漫的爱情故事。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君君，你看浩宇实现了他心中小小的愿望，那君君你此刻有什么心愿吗？就是从小都看《新白娘子传奇》，然后第一次就是这么近距离的跟两位老师站在一起，真是就是有点激动哈。然后小时候一直觉得剧中的许仙很有戏曲范儿，然后想问一下叶童老师，是不是有专门学习过戏曲呀？很遗憾我没有真正的学过，可是我也有关注你的君君。哇，君君这个，因为我觉得他的毅力对艺术的要求，然后我看到他很用功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每一个作品，给我很多的鼓舞，给我很多的灵感，所以其实我应该跟你学习才是。哇，所以是艺术上的追求和态度也打动到叶童老师哈。既然发出这样的邀请，我们看看两位是不是可以现场交流学习一下的。哎，我们请君君就做几个戏曲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些动作，然后请叶童老师现场一起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好，我试试看。好呀，因为我在粤剧里面也饰演那个许仙嘛，那我就做几个粤剧里面许仙的动作，好不好？我先过来啊，好。两代许仙要交流一下啊，开个小灶。那就是想当初与娘子同舟湖上。我想问一下，你练了多久了？练了几年了？练了17、8、9年。哇！那我现在1分钟去练啊。真的是一个挑战了哈。来，再一次。来，我们进入丽君的速成班啊。想当初与娘子同舟湖上。哇，神韵在了，相当唯美。太棒了！没有，因为功力这回事真的很容易会看得出来。不过大家对我的包涵，所以也是君君老师教得好，所以我能抓到一点点皮毛。谢谢叶老师。这个绝对是名场面了，两代许仙学戏曲啊。我们还期待着未来更多的切磋啊！对。那么今天4位在我们的舞台上呢，我还想替大家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因为现在我手上呢有一个《新白娘子传奇》里面非常经典的我们的头簪。那不知道今天在现场，我们的许仙叶童老师能否再次还原这个一下？珠钗，这个珠钗是我的娘子，你从哪里捡回来的？我要还给您，物归原主啊！谢谢你，物归原主。娘子，这可是你的珠钗呀？对，这是我的。你从哪里丢的？你一路上你的东西都不好好的保管，你一路上丢东西的嘞。哦，我以为一直在我头上呢，真的丢了。我来帮你戴上好吗？谢谢官人。你先帮我拿着话筒。我来。这才是爱的见证呢。许仙，看看怎么样？当然好看。谢谢官人。谢谢，漂亮，谢谢两位，真的是让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圆梦了，对不对？我们的戏剧重演，让大家很有感觉。那段戏就是我们结缘的我们
们的开始，我们开始相遇的一场戏。这个娘子故意的把东西丢在地上让我捡。如果没有这个开始的话，就不会有这一些浪漫的传说了哈。谢谢二位刚才的演绎啊，一些又把我们带回到那个穿越的时代，我们仿佛又一起沉浸在白蛇的世界里面。其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白蛇故事和白蛇的情节，但是我们始终不变的是对美好、对爱情、对浪漫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今天呢，此刻我们要邀请我们的主创以及出品方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大家一起共聚，继续来说好我们的白蛇传说。有请追光动画余舟、万达电影陈芷溪、猫眼影业张博、阿里影业关旭、中影集团傅若清、万达影业杨海、横店影业王博全，有请各位来到舞台。有请我们各位主创、各位领导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啊。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只为这一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各位以水代酒，我们来敬着千年的浪漫，同时也祝我们的电影票房大卖。来，我们共同举杯好吗？好，此刻呢，我们进行一个特别的仪式环节啊。刚刚大家进来的时候都看到了我们先摆的大婚的海报哈，所以呢，我们此刻跟我们现场的朋友共同举杯，也一起来祝福我们的电影越来越好，好吗？来，我们有请追光动画总裁余舟先生来领读我们的祝词。浮生千万变，故事永流传。纵然浮生如梦，百年如入。此情也当海枯石烂，让我们一起敬浮生，敬浪漫，敬先白，敬千年传说。来，我们同饮此杯，以水代酒。当然，我们也一起对着我们的镜头留下这珍贵的一刻。看向我们，看向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完成一张大合影。对，把我们的酒杯都举起来哈。现场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说《白蛇浮生》票房大卖好吗？来，3、2、1，白蛇浮生票房大卖，心心相见。谢谢。好，感谢有请工作人员撤一下我们的道具。谢谢，再次感谢各位。千年等一回，迎来今朝相逢。今天晚上烟花绽放，绚烂如梦。就让我们在浮生当中去找寻最美好的记忆，也让我们相约七夕白蛇浮生电影院见，朋友。